兄弟平安。咱礼拜要开始，请备办心，视频加走啊。论到我要凭你丰盛的慈爱离你的厝，我要存敬畏的心，往你的圣殿来敬拜。这是咱献开圣诗第272首。阮爱上帝圣殿，请会众起立吟全首。兄弟，兄弟，有主阳光不言，你将我光我意，有归谁主不必，这是基督的主。我只高为我主，兄弟的家是我，家基修更有故，我爱我娘的为，帮助给了所知。兄为兄安慰，平安快乐相随。我爱的家人是，我兄弟主宾，因我的更相信。有主兄弟，有主万恩典，一生条理不变，我的天给你，相互之间赞美。请咱犹原徛咧，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交代，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人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会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掀开圣诗后面。第1033页，启英文第19篇，我来启，恁来用。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你徛起的所在，遐尼互人喜爱。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尾分去。我的心神永我的上帝欢喜唱歌。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我的王，我的上帝。出招伫你的祭坛边做寿，连伊啊嘛伫遐为着家己找着囝的寿。徛起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
因称赞你无煞。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迫切爱上锡安山雕像，因经过的打扫山谷，拢变做泉源。树有功乐，福气满满。因哪行哪有力。拢要伫锡安调起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我国的上帝啊，求你爱康来听。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求你赐福，互你所设立的王。伫你的第二点一日，看呀，伫别位点1000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讲门。万愿点伫社会人的厝内。这声，因为上帝是日头，是盾牌，伊互咱恩惠甲公荣。伊毋捌老将好物，无互正直的人。这声。万军的统帅上主啊，信靠你的人真有福气。这是咱的祈祷。亲爱的主，我要来感谢你，伫即礼拜当中，无论发生啥物代志，你甲阮三脚伫地，阮欢喜来到你的圣殿，因为你的笑面帮助阮。感谢你，互阮每一天活伫主你的恩典当中。阮伫真啊侪代志上面得罪着你，辜负人，你嘛赦免阮。互阮无离开你的慈爱，嘛求你祝福今仔日的聚会，透过南无教会王福生牧师的喙，赐落上帝话语的能力，祝福每一位兄弟姊妹的性命，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这是要来报告。本主日是南无教会主日，本会欢迎王福生牧师带领兄弟前来讲道、献诗甲建堂募款。并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场礼拜嘛欢迎比友妈教会到本会来做礼拜。会后伫副堂举行分享会，愿主来祝福。第二点，立法读经聚会，定伫5月6号拜六上午8点到下午2点，伫副堂来举办。内容是彼得前后书、约翰1书到3书、犹大书、启示录，欢迎兄弟踊跃参加。第三点。5月6号下午2点半，阿东教团伫本会敬拜中心演出金花剧场，剧情出自《路加福音》18章不义的官的比喻，欢迎中职、东工兄弟邀请亲朋好友做伙前来观赏。东港暗上的青藏暂停一解。第四点，本会伫本周日起恢复上午9点半到11点半的家庭探访。5月6号安排家庭探访的家庭，甲探访的牧场，甲请家己来看。第5点，下周的主日5月7号是青少年的主日，本会特别邀请谢王忠院长领牛新学院的前来本会2场的培灵。第2场甲第3、4场的礼拜联合聚会，特别欢迎社青甲学青踊跃参加。第6点。下周主日5月7号下午3点半，召开5月份定期中职会，敬请全体中职出席，机构的所长甲同工列席参加。第7点，111年度的捐献证明收据已经开立完毕，请兄弟先到公报栏查询收据的号码，了才到办公室来排队索取。酒监嘛会当到办公室来索取。第8点，本会预备备好的西施优质海菜。所得奉献，当作本会宣教基金的所用。礼拜了，欢迎兄弟到1楼的广场来购买。具体消息，第1点，上述的消息，本会同金红姊妹伫4月20号拜四，蒙主恩调，安孝主怀；伫4月25拜2举行告别礼拜，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为遗族代祷。第2点，下青牧区的消息。定伫5月13号拜六下午5点到8点，举办妈祖上元母亲节活动，欢迎妈妈甲小朋友做伙踊跃报名挑战赛。当天参加的妈妈都会当赠送1份礼物，挑战赛得胜的，阁会当得到富吉的按摩器。活动的消息甲线顶的报名，请扫 QR code。第3点，姊妹牧区定伫5月13号拜六上午9点半到12点，伫副堂举办母亲节联合聚会，
为备办餐点，敬请组员5小组长来报名参加。第4点，曾爱玲关怀协会定伫5月4号拜四上午10点到11点举办快乐英法组的生活讲座，欢迎乡内兄弟来参加，请挂早件报卡。当天下午2点到4点有报名头第班的学员，请准时参加。第5点，合作社的消息。第1小点，校园防癌保险，一年保险费1650块，到5月12号进行接受办理，超过期限就无受理。第2小点，青年创业贷款专案理论，年小3%，年满20岁以上到45岁，伫11月30号进行或是夜到夜满去停止受理申请。欢迎校员有意愿贷款，请向合作社来洽询办理。教界消息，咱请陈牧师。高雄中华妇女事工部高雄小区伫5月20上午8点有办灵修旅游，咱若要参加的姊妹费用是1500块，3岁以下一人是500块，然后带小朋友今日应该就要队长李淑慧队长报名参加咱今日伫即个刊登的消息内面特别咱过来即个拜六有阿东集团的即演出。阿东集团过去拢有时伫文化中心里头拢爱买票，即帮来咱即个敬拜中心免费。机会足难得，不记的歌其实也是咧讲切球的歌赋，切球的歌赋，咧讲关于下面，所以这个剧真精彩咱伫拜六下晡2点，伫咱的2点半伫咱的敬拜中心请咱踊跃来参加个咱。特别人咧讲澎湖西施的海菜，西施的海菜上好就是澎湖。咱的保林长老今年产量少甲摕来买连本带利，就是要奉献到宣教基金。因为咱教会有需要宣教，所以兄弟咱就好机会会当踊跃来购买甲大家补充今日感谢上帝是咱迄个太阳中会南澳教会的建堂募款的主日今日特别欢迎因教会对这个 Miss Yumin 王富胜牧师带领咱教会同工来献诗来请求大家踊跃为着因的建堂的需要来奉献为他们建堂的需要奉献，他们带领他们教会同工准备来这里，今天有特别的献诗了我们请他们站起来，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好不好？感谢主，非常欢迎上帝赐福，好，请坐。请咱掀开圣经《哈该书》第1章12到15节。白话字第新约1031页，台语1044页，和合本第1107页。现着我来攻读12节。迄时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甲约撒大的囝这时头约书亚甲所剩的百姓，拢探听因的上帝耶和华的声，甲先知哈该奉耶和华因的上帝找伊所讲的话。百姓也伫耶和华的面前尊敬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照耶和华所命令，甲百姓讲：耶和华讲，我甲恁伫地。耶和华激动约大的总督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的心，甲约撒达的囝这时头约书亚的心，
甲所剩的百姓的心，因就来伫万军的耶和华因的上帝殿做工。这是伫大利乌王2年6月24号，这是现时咱请人儿教会。因想要献这个主爱高升啦吼，应该毋免惊，耶稣伫遮吼，小等下讲到了，才要献吼。拍手感谢人儿教会献诗。这时讲到咱要请。感谢上帝哈，我们教会在很多的机会有机会可以接纳我们在不同的教会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跟他们有很好的交流这次的南澳主日，他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为讲的所在来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希望咱会当透过南澳教会的牧师尤敏尤敏因迄个大样的名叫做尤敏米之尤敏大家对米之尤敏他是从玉山神院毕业牧会也很久光在我们南澳教会已经19年跟我是田埔教会的那个 Udas 那个田埔教会
黑牧师徐正义牧师哈，他也是好朋友哈，他很好的朋友哈，所以他们都是真的神所使用的仆人哈。今天对不起哈，咱伊就爱用迄个华语甲恁讲吼，我想唔免翻译啦，咱华语听有吧？吼，应该是听有啦，因为搁翻译吼，就听了就唔爱，要讲嘛，做歹讲吼。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有梅牧师哈，欢迎他，拍手欢迎他。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真歹势哈，我的台语袂认定。哦，拿起来。所以今天早上要用华语来分享上帝的话。特别要谢谢非常敬爱的前议长我们的陈牧师，还有小会跟弟兄姐妹今天接纳我们。然后教会为建堂的事工来做请安报告。我想右昌教会已经迈入了70个年头。在圣灵的动工之下和带领之下呢，那不停的在宣教的一个事工上来扩张上帝的境界。哪里有福音的事工，哪里有需要，那边就成为右昌教会的一个负担跟使命。我也上网查了一下，那70年来呢，我们右昌教会分设了3间的一个支会，也就是已经成为教会了哈。然后又开办了右匡托儿所，然后右昌的敬拜中心，然后清风最近成立的清风敬拜中心。那右昌教会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成为许多人一个盼望的一个记号。让人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特别对原住民的教会的一个关心和支持呢，也更是如此，也见证了我们在耶稣里面成为肢体，然后在主里面呢能够合而为一。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行的许多神迹里面，他主要的一个中心信息是在告诉我们，耶稣呢，不单只是满足了这些人满足了的渴慕的一个心灵，也满足了他们在肉体上的一个需要。今天你们关心并且参与了，然后教会的一个建堂的事工，我们相信也是右昌教会众所有弟兄姐妹来为主做美好的一个见证，也更是一件神迹。请继续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建堂的事工来关心、来代祷。那今天早上的一个经文告诉我们，在波斯皇帝大利乌王在位的第2年的6个月呢，耶和华的话临在先知哈该，并且向犹大领袖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传出神的话，以鼓励和督责，要他们起来为上帝的圣殿来建造。在第1次归回，因为古列王的下令不准他们重建，和本地人的一个反对，重建圣殿就停顿了16年的一个时间。那犹大人也因此找出合理的理由来合理化自己不重建圣殿的一个理由。所以在第1章的第2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圣殿的时候尚未来到。然后第4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确实自己可以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很显然，百姓呢只顾自己，并且让自己住在一个舒适的一个地方，表示他们用很多的一个心思、金钱，甚至时间和精神呢，来为自己打造漂亮的一个房子，然后让自己过得非常的舒适。我想弟兄姐妹，人若习惯过了一个舒适的一个日子，要再回到上帝的面前，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或是说，对过去的一个失败
要让我们再回到要让我们再去面对一个新的挑战。没有把握的事情呢，是多么会让我们失去信心，和让我们有许多的一个担心。这就是当时犹大人的一个光景。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即便如此，耶和华上帝呢，并没有忘记或是离弃他的百姓。在16年之后，要他们重建耶路撒冷荒凉的这个圣殿。对犹大人来说呢，重建圣殿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上帝呢，可以为他们成就大事。那么，要完成圣殿的一个重建，重要的一个条件，要用2点来和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并且在信息的当中也会分享我们教会目前建堂的一个过程。那怎么样能够去完成一个圣殿的一个重建？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就能够很明白，必须要听从上帝的话，上帝呢才能够帮助。听从上帝的话，主必帮助。12节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且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领袖听从，百姓同心的一个听从，并且肯定先知哈该的话，对重建圣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我想论领袖，他们的经验和经历都非常的丰富，他们比谁都可以了解问题的所在。但是先知上帝的仆人哈该一讲话，他们就能够听从。很显然，他们领袖也好，祭司也好，他们是那么样的一个谦卑。如果领袖听从，百姓不听从呢？要完成圣殿的一个重建是不可能的一个任务，因为一个工作要完成是不简单的，所以需要大家同心合一才能够完成。能够合一，是因为我们可以顺从上帝的一个心意，听从上帝的心意。我记得到南澳教会牧会的第3年的时候，有位年近将近80岁的一位姐妹，她是一位寡妇，我们都称她为郭妈妈。她对神非常非常的敬畏。有一天一大早来敲牧师馆，然后呢，告诉牧师说：“牧师，我要奉献。”我一直以为他的奉献就像我们一般的奉献，可是他是一叠的这个奉献。他告诉我说：“我奉献这一笔钱是要来修缮教会的围墙。当时教会的围墙是用空心砖制作的，不是用灌浆的。那空心砖去做的话，因为没有水泥的粉刷，甚至于没有瓷砖的没有贴上这个瓷砖，常年来了就会生青苔，甚至于容易破洞。他说，围墙是教会的门面，有干净的围墙和漂亮的围墙呢，也是我们对上帝的一种尊荣。他的奉献和对神的一个敬虔的一个态度，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原来的教会是不到60坪的1层楼，牧师馆呢是用铁皮屋去盖的。那后来牧会大概第6年之后，我们又增盖了主日学教会，是在防火巷去增盖，也是用铁皮屋，也可以是说一个违建的一个建筑。因为一个寡妇的奉献，激动了我们对教会10年后的一个建堂的一个计划。我们也更相信，这是上帝从上帝那里来领受的一个意向跟使命，也是上帝向我们说话，是一个使命，是一个意向，也是上帝在跟我们说话。10年来，
会有在建堂的一个经费基金上的一个经费呢，他用心的奉献。为了预备建堂的一个经费的所需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下田去耕作种地瓜友善的一个种植，然后去做这个义卖，然后也做一些手工艺品来做义卖，甚至于由我们长者，特别是年长的会友，也交代告诉他们的孩子说，如果有一天我蒙主恩召了，如果还有一点丧葬费，你们一定要奉献到教会的这个建堂经费。虽然今天很多人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也期待有一天能够完成建堂的一个施工。在2020年和建商讨论所有的这个总工程费的时候，我们建堂的经费可以是说已经准备了一半以上，因为那时候跟建商讨论，我们大概要建1500到1600万就可以。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准备了1000万，是硬提这个总经费的这个一半以上。我们认为建堂的计划应该是顺利的完成，但是2年前爆发了什么呢？全球性的这个最严峻的这个疫情，然后2021年俄罗斯跟侵入这个乌克兰，爆发了这个战争，原物料跟物价都涨得非常的快，而且非常非常的高。建商告诉我们，牧师，如果现在用过去的这个合约里面来建现在的教堂，恐怕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又重新跟建商来做讨论。结果呢，讨论过后，我们10年来准备了将近1000万，建商告诉我们，我们还要准备1000万。我在想，我们过去10年，我们很用心也很努力了，但是是不是还要花个10年的时间来做预备，来做建堂？我们的建堂施工要停嘛？所以我常常跟上帝说：“上帝啊，上帝，你似乎对我们非常的幽默，所以我们还要准备一半的一个经费，才能够完成建堂的一个施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虽然如此，我们同工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彼此鼓励，彼此激励。”彼此在祷告中摆上祷告，告诉牧师说：建堂的事工我们不能停止。如果停止，也许我们也会步入当时犹大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停顿16年的时间，也或许不会停到16年，也许停了这个事工之后，也许建堂的事工可能是遥遥无期。所以在大家同工的分享跟讨论当中，我告诉他们说：谁有土地的，赶快给我；人有合法的房子，赶快给牧师。我们用合法的房子，然后土地来做这个抵押，作为担保品来借1000万，这样我们才能够顺利完成。后来大家真的10几笔的土地，大概10几甲，然后再加上3栋合法的房子，就在部落里面的房子，我们要向银行来做借贷。后来把所有的资料送到银行之后，一个副理告诉我，他说：牧师啊，告诉你哦，10几甲的土地跟3栋合法的房子贷不出1000万了，因为原保地啦，价值不高。哇，那时候呢，我愣了一下，心里真的是凉到不知道怎么来形容。3栋房子跟10几甲的土地，竟然贷不出1000万。好，这一家银行不行，我们再到别家的银行，一样把资料送到别家的银行。后来
经理又回复给牧师，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啊，我告诉你哦，这个山上的土地，我们不做担保品，我们只有要做这个3栋房子的这个担保品，只能贷出多少呢？不到300万。”哇！我又愣住了。在祷告中，我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不只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上帝，更是让我难懂的上帝。我们预备了10年来的一个建堂，今天却让我们好像走投无路一样，就如同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后面有追兵，那前面有什么呢？红海。我们一样，弟兄姐妹同工，一起向上帝呼求，不停的祷告说：你是成就大事的上帝，我相信你会负责到底。所以到了6月份，我们去年的6月还没有着落。到7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位邻近的教会的一位长老，他突然的到我的家来说要跟牧师聊天。其实他也是我的另一半，也是乌塔教会魏牧师的表弟。突然就到我的家里来跟我聊天。他说：“姐夫啊，牧师姐夫啊，我要跟你聊一聊，因为我刚退休，哇，心里很快乐。但是在聊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的当中，内心里面一直有声音在回荡，说你要告诉他，你要告诉他，你要告诉他。我要告诉你，我们目前教会的困难吗？”在聊了大概2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最后我就把教会的困难告诉这位长老。我们目前教会在建堂，目前面对的问题是如此，请为我们祷告。后来这位长老说：“你们就祷告吧，你们祷告，我们也为你们祷告，我也会为你们祷告。”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这一位长老就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我跟我太太经过讨论之后，他们有负担来协助教会的困难，他愿意用他的房子，也就是在宜兰市的房子，透天的房子，来作为抵押，然后来向银行贷1000万。”哇！我那时候流泪，向上帝感恩。我说：“上帝啊，你是奇妙的上帝，虽然难懂，但是你是非常奇妙的上帝，你是充满恩典的上帝。”我在看以弗所书第3章20节的时候呢，告诉我们说，神能够照着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来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一个寡妇10万块的一个奉献，蒙召长者剩余的这个丧葬费奉献给教会的这个建堂，长老的房子跟弟兄姐妹的土地来做抵押。这位长老的房子要做贷款1000万，我们尽力到了。上帝啊，你真是说到做到的上帝，你真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我们帮助的上帝。如果停止停止建堂的一个施工，也许我们就遥遥无期。感谢上帝。所以在下半段的13节的下半段的经文也说到，耶和华说：“我要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并且剩下的百姓，他们就来为万军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来做工。同样的，10年之后，我们相信建堂的施工不是我们负责，而是上帝为我们负责。第2点，最后就是每一个人要有敬畏的心，才能够得着上帝的帮助。因为以色列人过去崇拜偶像，又离弃上帝。耶路撒冷圣殿在主前的586年被巴比伦所灭，
原本应该是万国万民祷告的殿，充满上帝的荣光，如今呢，金碧辉煌的这个圣殿成为了荒凉无人过问的一个地方。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情何以堪？他们不仅是国破家亡，更加处于没有圣殿的一个生活。过去呢，圣殿是他们整个生活和信仰的一个中心，在被掳之后，就不再有机会进到圣殿里面集体来敬拜上帝，或在圣殿里面来接受教导，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圣殿呢，对他们不单是一个建筑物，是他们对上帝存在的一个表达，也是他们与上帝会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有报道指出，一些欧洲的国家教堂呢已经没有人去做礼拜，不是关门就是转而成为博物馆、滑板场或是酒吧，让人感到非常的疑惑。那我在想，教会不应该是彰显神荣耀的一个地方吗？这也让我们在信仰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的生命是否常常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应该常常住在我们的里头，也常常知道怎么在教会里面或是在圣殿里面来敬拜上帝。以色列人要突破所面对的困难跟困境呢，就如同圣经里面12节里面所说的下半段的话告诉我们说，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所以呢，先知在这个时候出来呼吁，不要把生命最重要的顺序弄错了，不要重蹈祖先们错误的一个心态跟行为，以至于让自己陷入灾祸之中。要调整并重塑荒凉的这种旧的一个生命，要以新的一个生命的态度来敬畏上帝，这样才能够蒙上帝的这个祝福。每一个人都当敬畏上帝，全心的来信赖他，忠于他，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蒙福的百姓。所以诗篇128篇的第1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这个人是多么有福啊！申命记5章29节也告诉我们说，但愿他们常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时刻的敬畏我，谨守一切的诫命，好叫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万世万代呢，凡事都能够顺利。南澳教会建堂的目的是要继续在这个变动的时代当中，为上帝继续传福音，让人有机会来认识并且信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使教会成为一个盼望的一个记号。有许多国内外的人喜欢环岛，特别在骑单车的时候呢，常常会打电话到教会来，告诉我说，牧师啊，教会有没有可以借住一晚？我告诉他们说，教会没有招待所，如果不介意的话，教堂可不可以让你们住？他们说，只要有可以让我们休息、可以让我们睡的地方，我们就很高兴。所以呢，有时候教堂成为了过路客的一个休息站。2年前疫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教会也向政府呢申请文化健康站。我们都市里面是讲乐龄的文化健康站。所以2年前虽然没有这个疫情，但是2年后爆发了这个疫情，教会呢仍然用临时教堂继续来帮助我们的长者，来照顾他们，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我们未来也有意向，要为部落的孩子每一天来供应早餐，让我们的孩子有营养，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能够去就学。当然有很多的事工必须要做，但是唯有敬畏是一种对神的一种态度。我们对神的敬拜是每一个教会事工
或服侍，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生怕在这些事上呢，我们亏欠了上帝。弟兄姐妹，听从和敬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仰的一个表现。神会在我们的心灵和生活中的每一个需要上成为我们的帮助。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你若愿意，求你将这个苦杯移去，但是不要照着我的心意思，按着你的心意。”耶稣听从父神的话，耶稣敬畏父神，而成就了什么呢？救赎人类的一个计划。我想佑昌教会在这个时代的当中，不断的在扩张上帝的境界，并且成为了无墙的教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一个侍奉，更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愿上帝继续来兴旺我们佑昌教会，也能继续来兴旺我们南华教会。最后，我做一些的 PPT 的这个分享，让我们看到目前教会的一个建堂的一个过程。好，好目前我们教会将来是建完之后，就像这个建筑物一样，就像这个建筑哈。好，再来，好，我们从创立一直到现在要建，大概已经是5次了哈。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这个是最早期的，用木板然后茅草屋做教会的建堂，1947年。再来，好，之后第一次重建的时候呢，就有水泥，但是上面还是茅草屋。好，再来1956年1980年的时候呢，茅草屋不见了，还是一样水泥，但是换成铁皮。好，第2次重建，第3次就1994年的时候，我们盖了这么小小的一间1层楼，然后旁边是加盖的牧师馆，铁皮屋的这个牧师馆。那后面才增设那个主日学教室了，防火巷。这是目前我们在盖的我们在盖的一个建筑。那硬体就几乎是要完成了。好，再下一页。那为什么要建堂？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空间上的一个需要。那每一次礼拜呢，从8点主日学有时候了7点有时候是班就要练习，8点就主日学，9点就妇女会，10点就是主日礼拜，那都在赶场，就是在1层楼没有其他的空间。好，再来下一页。那我们的主日学小朋友因为没有桌椅，然后呢他们要写作业什么的，要做什么的都在讲台上讲台上。好，再来，这是我们的青少年，一样就是一个礼堂就在那边。好，那常年来，只要是大的礼拜，特别是圣诞节呢，我们都必须要搭帐篷这几十年来都是如此，搭帐篷在外面来庆祝这个圣诞节或是复活节或是其他比较重大的一个礼拜。再来下一页。那2010年我们就开始设置建堂的基金。那每一个会友都可以认捐，然后我们规定至少每一户都5万块，我们有60户，60户，然后教会资油，然后资源回收、小猪奉献，农作物其他的，继续来下一页。这是最早期我们在开始设建堂基金的时候，我们做资源回收，那时候保特瓶我记得一个还可以卖1块钱，但是现在都没有了。它要称重，所以我们就没有再收了。我们大概也花了大概6、7年的时间做资源回收。好，然后我们就小猪的这个认养。好，然后夏田做农，然后地瓜呢要做义卖。好，
就在整理分类，然后做义卖。好，好，这个是我们原住民比较喜欢吃的腌大骨了喜乐骨。好，我们叫喜乐骨，要做起来很辛苦，但是不要苦苦的，要用很喜乐的心来服侍好，再来，好，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做的这个农事叫白玉瓜牛，好像南部这边也在养殖了那是因为早晚会在推的，然后我们就参与早晚会的事工，作为教会建堂基金的这个开源。再来，这个是打掉的教会了好，好，再来下一页。好，那建堂当中，当然我们不会忘记设立教会的初衷了来下一页文化健康站，就在疫情之前，我们向政府申请，我们怎么在部落里面教会怎么在部落里面照顾我们长者已经过了2年多我们还是继续一样在照顾这些长者。那建堂经费是我们的总经费是大概2100万了，硬体。那软体的部分大概剩下的部分就是软体那愿上帝祝福我相信上帝必能够帮助，因为他是成就大事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然后教会到右昌教会来为建堂的一个事工做请安。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成为了肢体，享受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我们更愿意在你面前彼此分享和彼此分担，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一生有听从和敬畏的心，来继续为主做美好的一个侍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南无教会。
感谢上帝哈，因特别准备台语的诗歌来献诗啊，唱得好听无？啊，真好听啊，拍福啊！免惊耶稣伫遮，免惊耶稣知影，互咱有面对任何的困难，有迄个面对的勇气，互咱会当相信主若帮助咱会当东山再起。伫世间恁有苦难，总是伫耶稣内面，咱有平安。感谢主吼，这首诗歌足好听，足感动人吼。我相信，他们整个建殿的施工哈，都会有神的帮助啊，神必帮助啊。今年的哈该书的读的12到15哈，前面的第8节这一句哈是非常重要哈。他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能够为耶和华建殿，这是使耶和华喜乐，而且得着荣耀。所以建殿对神来说重不重要？重要。啊，他喜乐吗？喜乐。他得荣耀吗？荣耀。所以我们不必害怕哈，神喜乐我们，他一定喜悦我们，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荣耀他的名啊！所以，请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为这个建殿奉献这是神喜乐的可以让神得喜乐，而且得荣耀的我们用这个奉献袋好，我们现在。要什么奉献？先公道。要公道好，我们现在今晚咱大家三甲来公道了咱也为着迄个南澳教会会建殿的事工的需要求上帝真正互因当去做一间荣耀的殿，互因当伫迄个所在来敬拜上帝。咱为着因的需要来祈祷，咱嘛为着因迄个有迄个比欧马教会伫咱中间，望伫遮因嘛要学习小组，也有好学习为着咱教会伫过来即个拜六有阿东集团即款的戏剧的报道，咱嘛招出面变较侪人来参加，免费去文化中心过来钱。因敢若一场的演出来10万所以咱无来看足拍算请咱会当来参与为着因祈祷佮为着咱软弱的肢体咱三体祈祷三体祈祷咱大家坐着出声祈祷，咱三甲出声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早起会当迎接南澳教会主日。感谢你，透过南澳教会牧师分享，阮真正主啊要去做你的殿，互阮会当无惊。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早起会当有南澳教会为了建堂来募款，
也分享上帝你的信息。主啊，阮会当有份伫这个建殿的时间。主啊，这是你所欢喜的，也要互你的名得到荣耀。主啊，阮恳求你也，互阮教会所推崇的这个阿东剧团的演出，拢会当有一人透过这个戏剧来得到帮助，来听到福音。阮有做软正的基底，愿你的意志会当交伫因。主你甲阮同在，你是施恩的主，阮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望阮的早起的敬拜得到你的欢喜，阮的奉献得到你的感恩，求你祝福南无教会。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这时，请祭司来收奉献。遐这请咱起立，咱来念奉献的诗。哦，你迎着龙潭的记，我的在你手指。光观眼明最一步，阿门。主啊，感谢你，让阮有得悔在能力。阮的文字是你赏赐予阮，即马阮献上淡薄的金钱，求主祝福愿意献上家己伫你面头前的人。你嘛祝福南无教会。因所需要的，你都加添予因，祝福因的性命得到丰盛。我靠上帝恩典，阮伫耶稣基督内底充满着喜乐甲平安。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福查恳401首，愿全能主上帝。不修所言不离，思念完全平安，愿心勇敢不满那，仰望主的名，永久稳定。永不弃，我传念主兄弟，不修所言不离。就到请弹幕，请王牧师。Noai ginalu marhumian yabaw tukayan, kimlekan ko ginalu Yesus Kristo. Bingkalang kecil aku sere kaniga musa gamlu semunan anak nuan kerja akloji. Amin.
请坐，麦倒，闭会。